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真相通马嘅》，我是刘碧珍。今日呢先呢係我母語運動30周年嘅 TV 節目，故所有請到兩位非常特殊嘅來賓 ，TV 老大家介紹，客委會嘅副主委楊創振，創振副主委老大家們好。非常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我一位呢係客家相關嘅語言工作者王小鳳，小鳳老大家們好。大家好，我係小鳳。我講吼，呢個萬我母語運動30年下來呢，已經有非常多嘅成果。到今年一個生態嘅指標，做一個客家基本法修法之後，客家話變做國家語言。我想呢個非常動態嘅一個政策，還有一個制度面嘅改變，下面請楊創振副主委老大家說明一下，樣板現客家基本法需要來修法。過去通過嘅客家基本法吼。我講簡單啦，我講到空包彈啦。哦，空嘅。就叫顯示這位哈那個原則性的東西，但是我具體哈來界定客家人的權益係乜嘅，也冇具體哈來規範政府的義務哈係乜嘅哈。像過去條文當中，經常有是講那個客家重點發展區。但是呢，你重點發展區講要加強發展，樣板樣都加強發展。我想老同觀眾朋友了介紹一下，一個客家重點發展區，佢係用人口嘅比例來定嘅啦。你下係聽講1/3客家人口以上嘅。韓國呢也有一隻過去立法當中，伊創業嘅一個觀念，叫做公司語言啦。公司語言。但是公司語言乜人嚟講？乜個時節講，都難特別講，嚇，完全冇界定啦。一般來講，你法律都行，假使講有專有嘅名詞嚇，我具體界定啦，我講到操作性嘅定義啦，嚇，大家完全冇。如果本體嘅比樣板已組章有符合啦，嗬。所以青島班呢，看到安泰嘅名堂，青島班傳到講，要鼓勵嚇公務人員嚇學講客，嚇。所以幾乎講，你Q版的客家基本法吼，念了輕重要條文做到了得嘅。但是呢，對於樣板去做，嚇完全冇具體嘅東西。青頭白處等於講冇立了嘅法，留立了嘅法。冇章啦嚇，因為那加強本來政府做到透過預算啊，各種嘅計劃去加強嘛嚇。鼓勵公務人員，你要鼓勵冇鼓勵，佢係冇戲都冇戲嘅嘛嚇。所以你喺修法當中，你讀到一大嘅問題啦嚇。也因為咁樣嘅關係，你因為講假使講啊，你客家事務嚇，只有經費啊嚇，冇一個公法上嘅依據嚇，可能對於呢個施政啊嚇，就冇具體嘅權利去要求嚇。相關的單位也好，相關的人民百姓也好，都乜個情況之下，佢應該來保障客家人嘅語言嘅權益。樣板嘅情況之下，你政府有義務來提供你客家人對自家語言嘅要求，也非常保護啦。所以咁樣情況之下，你從因為講，我來提出一個較大幅度嘅一個修正案。副主委了講嘅，我想了Q 我所點我補充一下啦嗬。頭講了個公司語言法，我想聽睇嘅語係講作為一個納稅人，我係客家人，嗬，我到了個有乜個公共方面嘅事項，我去接觸嘅時間，係咪做得到我嘅母語，咁樣嘢服務，嗬，特別到客家莊，有啲老人家也提講，可能客家莊係幾客熟，是客關嘅語言嘛，故所講話有咁樣嘢嘅利益，唔過過去就講佢冇強制性，也冇頭先講到冇操作規範，比如講。行政院啦顯示，唔過並冇法度有來落實啦，嗬。我想今年呢擺修法之後，對聽到客家族群來講，可能嚇一個新嘅概念嘅提出就講，喲客家話唔係方言咯，唔係當初是30年前運動開始係講嘅方言嚟嗬，也係國家語言。嘅國家語言咁樣變做其實一個位置提高之後，到底將來對客家語言嘅提升有乜嘅幫助？我看到
后来有个连沙一张宣布了哈，讲了成立一个有关客家语言发展的研究中心嘛。我想在那个副主委了，大家介绍之前哈，先来谈民间哈，就讲小凤山后生人啊，不过你也对客家工作也有一定的参与。你谈到政府有按样言嘅做法哦，客家话变国家语言，又要有设立一个研究中心。对你来讲，有乜嘅期待，还是有乜嘅想法？基本是了解讲，安尼修法了后，客话变到国家语言嘛，那时候安尼同吼，就叫指标性。不过了解以后，上提讲，初得客家基本法，还有一个国家语言法。哦，国家语言法冇通过啊，他们快是实行嘛。故说，一客家基本法通过变到讲，具有指标性，不过一条执行单位佢。要不要落实，就没有一个拘束，你冇，对啊，就变到讲。法律的阶层哈，并唔係講你加上講你客家基本法哈，嘅自由客委非要遵守，既然係國家法律哈，所有嘅人都要遵守啦哈，所以國家語言發展法，咧目前係呢草案嘅階段，立法院忙審議哈。目前嘅草案當中，佢也有規範講本國哈，本土嘅國際語言就係國家語言啦哈，所以呢個部分老原住民語言發展法哈，同樣注意按樣顯示哈，啊像呢個顯示台灣主持人也有講到台灣很多方言啦哈，後來很多鄉土語言啦哈，雖然大家偏偏有心講我哋做一個母語言轉來哈，但是呢呢種嘅名詞哈，我結聽大家對呢個東西嘅一種價值觀念。有樣。好，單單一個名詞，唔是咁樣嘅解釋哈。就本一個觀念，特別嗌做方言，人家係國語，哈，人家係國劇哈，人家係鄉土嘅，哈，人家係國花哈，嗌做很多民俗嘅，哈。所以呢個咁樣透過呢種名詞嘅結聽哈。在國家嘅種嘅象徵嘅層次、公用感上面啦，哈，就顯露你本土嘅語言先打下去啊。有樣哦。所以呢一點，雖然就講看起來就一隻名詞嘅改變哈，但是呢呢一隻名詞做得出來哈，其實係幾多年花費幾久嘅時間哈，終有嘅結果啦。錯。一隻指標性啊。那長征講到了嘅，長征副主委提到兩個項號非常重要啦，就講。TPS 他講到國家語言，簡稱國語的時候，可能我記起過去一個歷史當中一種特殊嘅經驗嘛。因為台灣過去日本時代也好，係呢戰後嘅國語嘅經驗，對，有國語政策，有國語政策，大部分都係一種留下來係一種負面嘅，甚至有語言雙粉啊雙。講啊，變啊，下巴都拗唔轉來咧。你係做語言雙變，你係做語言雙變，確，所以我有一個經驗，故說你下邊講國家語言，最少我知道在那個所謂的價值位階當中，唔可以講我講哦，你做客高一定啊，做客大，頭個人嗰種方言都有一種按樣型特殊嘅影響啦。我像30年前嘅如果我有一所謂嘅萬我母語運動，事實上最對按樣型長期以來嘅國語政策嘅一個反響啦，嗬。故說雖然一開頭就講客家基本法，不過也經過非常漫長嘅一段過程。我去個角度，我是知道講台灣嘅客家運動，事實上最老民主化運動，兩個歷程是結合的。慢慢的有民間嘅鼓勵，然後讓我有合肥開始來做一政策嘅所以呢個很多空氣嘅研發啦，哈，30年前空下就是會搶嘅，同時的研發，這個我表態了，佢主要係講，雖然講萬我母語30年，其實是講起一簡單，不過佢有一個非常長嘅時間嘅歷程。台灣小鳳也有提到講，作為一個後生嘅，你對兩個部分嘅期待嘛？我想喺邊來咗啦，你嘅語言經驗聽說人係2-3冇相同哦。對，你都應該係記得講天然獨，你們是天然客語。天然客語。就講教學過程中就已經有客家話嘅嘛，係嘛？我想在人等下分享你教客家話經驗之前，你先講一下你自己。到教育體制底度接觸客家教育，你嘅過程係樣辦？我嘅過程哦，因為嗰陣時咪吼，我喺台北咧行嘅。台北行。係，嗰時我去上課要嘛，望人都係講客話。哦。係，
因出到过小5年前开始，学校长有个那么个课余朗读比赛啊，嘿，1年前到4年前完全冇，嘿，到5年前长有，结果全校就挨一杀啊，就挨一杀去比，就挨一杀第1名，哦，挺好啊，係咪？按呢環境咧嚇，我知道我就想講咯，最重要嘅家庭嘅教育，係做專業課下咪嚇，師太也就對師生一定要有要求，係，嗱我講過嘢，講乜嘅我談唔實，係，我講下我真談嘅實，啊新年嚟講嚴乜嘅，新年就要嚴太嚴啊，係嘛，要跟爸爸媽媽玩啊，係，按呢環境，真有機會講，按呢。我說母語還係我有一張那麼個語言的一個感覺，從小培養的，都太這樣吃鹽吧。我想講到了這部分吼，確實就環境冇相同啦吼。小鳳我所以難的，如果你係讀書地度嘅客家字體，啊唔過你嘅客家係呢保存到以後，啊我老從這人家那時候可能也係。就不應鼓勵離開家鄉嘅嗰種，係啊，真領導讀書地度，接觸客家嘅經驗，係呢環境就少咧。哦，除咗家講福家，我知道還有客家嘅法通咩當重要，因為要按你客家嘅法通，不管係三個班啊、語文節啊，乜嘅多多少少會我耳濡目染係嘛，係啊係啊，按你好多咪較大。我哋小鳳講到嘅列傾嚇，係就要思考啦嚇，家庭冇唔使。母兒親重要嘅就集體啦，嚇！啊家庭咧冇好好去講嚇，你客話要延續下去啊，當然就非常的困難。但是你喺企在你客家人本身嘅立場，你自我要求，希望講你客家人嚇，你知道社會人唔講客嚇，就講係為獲體嚟嚇，客家人強強乜潮嚟嚇。但是呢，哈，你當然係我隻身份出嚟過去嘅運動者，你係隻政府嘅大概哈，負責相關政府嘅人哈，啊有時間你其實講國家嘅義務係乜嘅？有呀。哈，所以咁嘛講，你係要加強學校導向哈，來搞客化哈。頭擺你嘅時代屋下有講，學校不准講，所以你知道講客係減少嘅。你喺屋下唔曉講哈，後生嘅學校要教。啊，至少唔可以知道講你嘅客話嚇，係驚唔定嘅咧，至少都唔係嘅嚇。所以我想所謂共享兩位啦嚇，也非常講教育兩位當中，客家話要出現係非常重要嘅一件事情。我講嘅好多專業爭議啦，特別本人太多腳大下，你一當然要牽起來嚇。所以有人講話啊，不要浪費學校的時間啦，回家學啦嚇。我因為佢非常傷感情，也可見講咧，當然對於家下非常講到嘅嚇，台灣人生疏嘅呢隻母語嘅雙份嚇，完全冇了解嚇，甚至冇了解嘅情況之下，又再一次用呢種嘅態度再過來本來再一次輸上嚇。不過我想你係一隻社會嚇學習嘅過程啦嚇，你係需要當多對話啦。我想吼，呢部分非常重要。睇下從政府處理講嘅，我嘅感想是安尼啦。學校地度過去檢聽我嘅啦，學校去辦捱啊。錯啦，嗱我提出去嘅啦，嗱讓傾咗啦。好，我想呢一趟好，先謝佢一下，等下轉過轉到節目嘅現場。各位觀眾，歡迎轉到正向同埋嘅節目。今邊係萬我母語運動30周年嘅特別節目，故所現場呢就有請到客委會嘅副主委楊崇哲，還有一個客家教學相關工作嘅小鳳。睇話副主委有提到講呢個過去人家有所謂公示語言嘛，嗬。我想除了相關呢個公示語言之外，事實上過去有人提到講，要萬一打造一個客語友善環境。係你講客語嘅一個重點嗬，都有地度，一條概念嘅提出都在去用辦，係咪再同大家分享一下？我想客委會將成立冇久嘅時間嗬，嘅時間有隻概念很多客語武裝愛嘅環境啦嗬。哦，武裝愛。就講，比如講你老人家嗬，來語言權益先嗬，係結果呢？
讲个野味动员咯哈，个野味动员哈，个野味老是讲个野味冇穷样啦。好，有要。你讲个野味係腎臟嘅哈，你講個藝術腰部嘅哈，腰酸背痛。所以像你咁樣講，你客家鄉親，佢用反而實質上啊，哈，做得用自家嘅模擬啊，哈，到社會嘅共享生活當中，哈，冇障礙，哈，人做得為義服務，你去到公所辦事情，哈，嗌。拄到全部講華語嘅時間，係咪有人做得用客話來為我服務，哦，我冇障礙，嗬。所以咧係一種基本權益嘅保障，哦，而家小級嘅權利啦，嗬。小級嘅補救嘅。係啦，佢直接對我就講按到行業友善環境啦，嗬。亦就講呢個環境當中咧，係直接來可能就較主動，嗬。來讓人講客，本人感受到講，並唔係唔曉講華語，嚇，並唔係講嚇冇講客，其他都唔曉講，係因為講尊重到客家人，嚇，佢對客家語言嘅感情，所以比較講我到客家莊嘅呢個公共場合也好，嚇，商店也好。係咪做到了提供在行業友善嘅環境？本港客嘅人知道當吃菜，嚇，本港客變到人哋共享生活當中自然語言嘅事情啦，嚇。當然係大家個人目標啦，係，所以概念上係一樣啦。當然，實際上讀到嘅情況係乜嘅咯？嗬，基本上啊，你客學可能出80-90歲，可能講華語可能係有問題嚇。70-60歲我看嗬。全部講華語都冇問題嘅嚇，所以變咗講大家已經習慣我出門我就攞人講華語嚇，講得唔好講到飛飛平平要咩講嚇，所以呢度政策啦做出來時間啦，實際上有需求嘅人冇多啦嚇，冇多啦，唔像講你個插運嚇，播音要國家就客化嚇，我相信嚇。99.9%嘅行業啦，佢冇客化，只有華語，佢冇問題。嚇，但是呢，搞到你客化嘅時間係一種尊嚴嘅感覺嘛，嚇。咁但是呢，佢談到插運要講客，會增加佢對客化嘅需求冇？每天啦，會增加佢講客冇？每天啦，嚇，所以你啊，就講呢條政策做出來，但是需求面上啊，嚇，坦白講嚇，一直冇睇啦。但是即使講呢個需求冇睇，嚇，即使插運當中客家人全部談嘅是華語，嚇，喺你政策上面，喺你國家語言嘅尊用嚇、尊嚴，喺你係咧嚟保險出來嚇，你做喺你所謂一個友善嘅環境啦。從政副主任講了嘅吼，我做了嘅事情嘅最大嘅困難在兩位啦，就講，所以講佢並唔係需求嘅問題，佢係一個客家意識，然後客家認同，然後客家感情嘅問題，佢以處上，有啲人財富，有啲人冇財富，有啲人就講係方便就好啊，佢冇愛在啊，冇爭啊，你幾人嚟考試，你嚟工作都冇關係啊，故所咧。對客家委員會來講，係你講過去客家運動上啊，係最難突破嘅，最大嘅挑戰，實際上係一種處上嘅面向。所以我想，政府哈，當然係當到大家嚟做嘅啦哈。但是我講因為見到後巴順，佢冇實水哈，人哋冇奈何哈。你要講提供種種嘅政策哈，種種嘅條件，種種友善嘅環境，就盡講全部做到當完美哈，客人唔想講客哈，你都冇奈何嘅啦，嚇，你個非常多你個客家工作嘅單位嚇，佢個正式嘅場合講客，台後啊要講華語啦，變咗一種習慣嚇，所以我想呢種語言嘅一種內化到人哋嘅生命當中嚇。呢種嘅力量係冇出來嘅時節嚇，我想我恢復客化非常嘅辛苦。但是呢，你係一種
每一个人对基础嘅价值观念、对自家生命嘅信仰吼，用班人思考嘅问题。你也唔係講政府啊，做啲去要求講啊，冇客家人尊嚴做唔得咯嚇，你又冇法度嘅嚇。所以我想千好百係你講，你自家客家人咯，對於自家主攻發傳下來嚇。悄悄會望落嚟咧，我講你最近看到乜嘢嘅，因為咧，你阿國社會學生嘅態度都唔曉講嘅，即使到客家莊會講嘅也冇多，嗬。所以客家人自家冇見覺，嗬，冇咁樣嘅感受到講呢種嘅對自家族群文化延續嘅危機感嘅事情，嗬。我想政府嘅政策也講社會上大家推動都會非常辛苦啦，係。我想從政府對講了嘅一重要吼，古時我想問小鳳我想以年紀來講，應該算下偏偏，因為你讀嘅、你學嘅，主要老客家有關係嘛。幾年級？那幾年級啊？我畢業當久了，冇幾年級了。你是8年級生嘛？沒8年級生。像家主為家講咧，有冇講嘅友善環境啊？底下佢有一隻 logo， 就一張嘴。有一種這種貼紙啊，還那個。其實我知道也有啲位逢山還有個友善商店嘅，係就去買東西啊，就會有人讓服務顧客。我出也都得轉變一下，佢本來係服務。講嗌做得讓人講客，唔過有一個問題啊，客家人行啲路後面吼，泰港人就上來強用。唔點嘛，使行人。除咗講有啲客人較言道以外啦。像你嗎？我嚟就講，用啥都強用。像你用啥？看唔出來啊！你話嗌唔點而係客人用乜人講客？古時我係知道講，比論法來講啊，呀友善商店，可以換個方式嘛。你來嗌一天讓人講客。哦，你就講主提供啊，有嗎？人客讓你點菜，佢就對講貴嘢啊，講我要鹹菜湯，你就講好，我等下我馬上讓你準備鹹菜湯，有一個灌輸的概念，係啦，灌輸過來。反過來。係啦，反過來就變到講，你來咩好，我一天讓你講客，他唔是冇關係，我有可能準備一些那個字卡，有冇解？好，本人客看啊，就我嘅我是想哦，你看日本化當當然。冇學日本話，佢咩話講俄亥俄，係嘛？冇學泰國話咩話講薩瓦迪卡，係啊，你犧牲日本料理哈，你唔要日本語嘛？不過基本上唔講華語，但是頭前做一個氣氛啦哈。咁你要有多客家傳統啊，要推動哈，但是推動起來還係有困難，所以咧小鳳講嘅其實你要當初要有咁樣思考，但是講對於做生意嘅人來講啊，哈。其實咧，要以客為尊啦，伊就想講對方可能他唔識溝通。特別就係講客嘅咧標準。係。比如講，我總落幾行當到客人開一店啊，來一人他可能一行人啊，但是咧，他個想到咧都市都行對方唔啲行人冇，所以佢再可能講好咯，佢再可能講華語。兩個店就咧哦。平平我買衫褲嗬，你個有碟，你個冇碟，我做咗兩片。嚟通一下。啊落去以後，我點也要講客，我開咗會讓人講客，我開咗讓人講客，點做也會讓人講客。你都希望講到你平常日常嘅生活當中，學本客家話，有使用出現嘅機會，出現越多嚇，越來越將客話詞言來表達，目標係咁樣啦。係，當然係做得到像小鳳咁樣嘅嚇，嘅客家叫我變 T 色啊，係，尤其是佢嘅那個客家傳統啦。我想吼，因為咧，頭我講嘅唔講係公司語言，係你講客家嘅友善環境，係你講友善商店。所以上最過去嘅客家基本法嘛，有修法之前已經有提出嘅款。行政都有做嘅。嗰啲客我想人來轉來經驗，那個修法過後，都帶出這方面我有哪條我讓條過冇相同。我想有兩點非常重要嘅哈。客家基本法列擺修法嘅時間哈，然後兩隻權益界定出來。兩隻。法律上嘅 rights 哈，權利是非常重要嘅事情哈。你有兩隻權利，一個呢就講啊哈，要使用合法，哈，用合法來使用公共資源，包括政府所提供嘅公共服務嘅權利咯，權利咯，哈，就講我曉唔曉講反映我事情，我來公訴，我去講客，哈，唔來提供我講客嘅服務，哈。
那个第一个天一就讲吼，你客家人啊吼，也有要求用自家嘅母语啊，吼来学习嘅权利。哦，教學，嘿，教學，所以唔係講我要隻鄉土語言科來教客話天天啊。那我相對嚟講，我要用客話嚟學數學，我用客話嚟學英文，我用客話嚟學語言科，嚇，呢也係我嘅權利啊。但是當然啦，權利相對嚟講嚇，政府公共部門要有能力來回應。呢個權利啦，哈，所以你就規定了義務哈，但是你也喺現實上嘅困難度哈，因此咧採取了其他你嘅立場哈，這個較豐富嘅呢個社團啦，比如講客家，客家重點發展期啊，我冇要求所有嘅公務人員只有能力用客話嚟去用服務，但是我要求，既然人哋先期，唔係人哋嘅鄉鎮市期哈。有1/3有1/2的行業，跟我要求哈公務人員啊，有1/3啊1/2的人啊通過客語嘅認證啊，事實講啊，初級認證通過哈，你客話講起來哈，還係哈浪碌啦哈，但是哦，其次就要學過嘅時間哈，其實有得基本。透過互通，其實會見來見進步啦嚇。我想呢一點當然將來你嘅公務人員、公教人員啦嚇，他家會對壓力，因為過去冇一樣嘅要求嚇，所以當到唔係客家人嘅鄉親嚇，來到你客家莊來教書來服務嚇，所以呢呢一個部分你啊當天講有可能會6到8年嘅時間嚇。本來太多目標。哦，就講6到8年有幾多比例嘅公務人員，佢要經過。但達到了個認證嘅標準。比如講，你隻鄉鎮啊，嚇，有63%嘅行業，人嘅公務人員嚇，公教人員啦嚇，所以有63%啦嚇。當然有個特殊情況，比如講，你到龍潭你入樣嚇，龍潭有咩那個中科院嘛嚇，佢冇對外服務嘅，佢呢度都做研究嘅嚇。啊，樣單位有特殊嘅情況，你都冇去要求佢嚇，一樣要求也。冇合理啦嚇，那教育嘅部分啊嚇，你哋係用政府嘅力量啊嚇，來協助學校推出很多沉浸式嘅嚇，有教學嚇，也就係用佔到客話導向啊。呢個夏天係到小學校，對幼稚園開始，係幼稚園係到中學開始嘅嚇，都做得。哦，到國中都有。哦。嚇，到國中都有，目前有2隻國中嚇，而一部分嘅課程。要到做嚇，當然啦，假使講你客家地區嘅幼稚園嚇，係普遍來做啊嚇，將來就1年生見上去嚇，所以係，但是呢個部分嚇，一方面客觀上面就會講。當到老師唔係客人，即使客人可能客話唔夠，咩講到嚇，飛飛平平嘛嚇。做存到70%、80%個教下，可能存到，可能就50-60天起嚟嗬。好，我想了解太工廠嗬，嚇把嚇多嘅時間來講，先歇可以下，等下轉到節目嘅現場。歡迎大家轉到真相土馬嘅節目。今比講嘅呢係一個客家30周年嘅一個特別節目，講到了客家話修做國家語言，也客家基本法有一個修法嘅過程。台灣副主任提到講了個教客話、學客話，然後用客家話教學，也係2件事情嘛，哈。2件事情，而家有特別提到講，有對素材冇法度一鋪。都強制性嘅去做到，我想幾隻節目談下啦，目前有幾隻概念可能先啦，了幾分下清楚，等位問觀眾朋友大家下了解啦哈。依個就講客家話作為國家語言，啊，呢個在一個客家語較多嘅所在，所謂客家重點發展期，佢係咪有法度變做一隻通行嘅語言？啊，那我就講係有人講，國家語言咯，官方語言。有嘛冇強要？好，我想了解大家會混淆，係咪副主任講一下政策嘅目標到底到哪邊？我想先從制度上來講啦，嚇，
你目前的法制上哈有所谓的国语哈，但是事实上冇任何一条法律规定那种语言能够国语哈。所以从这点来讲，你甚至也可以讲啊，国语是违法的啦。哦，因为冇法律依据啦哈，所以我真唔希望講我哋國語啦哈，唔係國我都唔係國嘛，哈，唔係國語我都唔係國語哈，所以我係呢習慣講法語啦哈。既然我講國語時節，應該大家就國語啦哈。當然目前呢集團大家對所謂我哋國語已經有特定嘅認識啦哈，所以你呢提升講，大家做國家語言 ，national language， 你唔係單一。哈，就講係複數，叫做複數講，唔係一樣天天嘅多語言哈。那官方語言其實你 official language 哈，本來意思是講政府使用嘅那個語言哈。當然現在社會來講，政府假使講冇一種語言做得溝通嘅時節哈，也當到冇方便啦哈。但是呢，實際上你法律上也冇規定乜嘢都官方語言。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哈，現實上有官方語言，法律上冇規定啦。就實際適用嘅時間，係啦，法律都冇硬性，法律冇硬性規定。所以佢講，比如講從美國家族來講啦，佢當到地方學校都可以用西班牙語來教書哈，因為佢本來都西班牙嘅墨西哥本美國佔咗啦，係啦，哈，所以個西班牙語嘅人哈，西班牙嘅後台嘅人當多嘛哈，所以佢會看實際嘅情況哈，所以我想官方語言你出現，然後要當做一種習慣嘅講法啦哈，通行語係你把你客家基本法當中創造出來嘅，你一個思考就講，以全國嚟講，我係少數人嘅語言，我要求講大家嗬愛使用我語言，嗬你可能太過分，嗬也現實上也有困難，嗬其他人講多數人要聽少數人嚟學，嗬你也要唔係真公平啦，嗬，所以假如你講客家重點發展期嘅時間，我要求要，因為唔來到我狀況，嚇，我就有權利來要求。所以按有時間就講客家重點發展期，假使講人口啊，客家人口超過1半呢，你要求佢變做親主要嘅通行語，你係乜嘅意思呢？你比如講都沒有律師來講，嚇，沒有律師開會、判法通、幫糧也好，嚇，幫自由嘅也好，嚇，人嘅體育語言就應該講下。當然，做得講，咱我一個主持人夾啊夾咩哈，用翻譯本大家了解下哈。但是我主要嘅語言我應該係合法哈。我嘅工作都向服務我優先當然用合法。你睇唔識，我想用人語言嚟服務哈。所以我想你阿位講好咯，講翻譯員當多嘛哈。所以佢萬一落來以後，你講下佢睇唔識啊，係先哈，嘅藝術運用語言嚟攞服務啦哈。所以你講。出同行業就講至少在你客家莊啊，本佢變做悄悄咪變做一個生活當中時常聽到嘅，甚至變到主要語言嚇。你這樣有隻豆，嚇，你這樣有隻豆，嚇，爭咗嚟鋪亂，嚇，一推一推下來。你去到台北，嗌做少數，嗌當然要求嚇，所以呢上面嚇，你個上肩嚇，對面上肩。你都不相識難啲呢行業，嚇！有情況之下，親難用了變到同行業啦，嚇！那我哋仲就講，佢人口1/2係行業，1/3以上嘅行業咧就講 ，OK， 至少嚇，佢喺同行業當中一種，一種你一開會，有人要求，講下個時間，再想辦法翻譯本一堂，嚇！但是佢做的唔是講優先來使用，但是你必須要提供一個服務，嚇！你佢則嘅理念就講希望形成一個客語嘅優先期嚇。你話其實我講到魁北克模式啦，嚇。你話嘅加拿大嘅魁北克係一個法語期，嚇，佢連招牌都係寫法語，嚇。學校全部從幼稚園到到博士班，全部用法語。唔係英文嘅人，我有英文嘅課本，嚇。所以當然佢做到較出大啦，因為其他人十分嘅適中，嚇。我想呢一點也係你。長遠來講嘅理想都客家地區啊，假使講完全用魁北克模式嚇，我想用客家都有希望嘅啦。唐政府最為人家頭講到呢個官方語言嘅時間係相當一種問題啦，嗬。這個
所謂官方語言佢有非常多，唔單止係上語嘅部分，因為佢有文書嘅記錄嘛。我變到講我有客家話書寫嘅也係問題。啊，客家話書寫事實上也係在高考嘅時間會讀到，必須要有嘅嗱內容嘅嗱工具，也係嗱個考題等下來讀。不過而家提到呢個漢語優先期啊個概念嗬，我也都想到一個問題，一麻煩嘅，像我呢種。細做到台北嘅，係像小鳳，本來做到台北睇嘅，佢自己假是提到兒童的受教權、母語權係兒童的人權嘛，按用嘅概念帶下嘅時間，佢幾乎在非優先期都在用緊實當好，係啊，小鳳你知道咧？我知道。講按你講嘅話，就老計用是愛高考加哈。你到那邊高考咯？我計用是通研究所啲沒有啲。哦，都沒有啲高考。係聯合大學嘅研究所，研究所啲沒有啲提起高中度學教。哦，最大問題嘛個，特別高考咪好，因為欣賞大分數，唔過嘅分數嘛個鄉土課程啊，係嘛？你嗰種分數對細人嚟講咪好，佢唔會強心嘅啦。這個。係像有也好冇也好，就見到講，你愛上課加下咪好，愛主要係鼓勵，然後3不5時寫記，我變得會出頭，哦，然後讓他有興趣，這樣，等到期中考、期末考，全部去轉去讀書嘅，要變到講，其實來就像教育嘅點嘛，啊家長。另外小啊，那個有升學壓力的學生，佢話特別要求啊。古種來說講，假使講按那些東西，我們的體制更完整。佢上課有一定的專業程度在。適應的學嘅多東西，後面按那些分數，以後就得變到講佢升學的一種。講在知書蛋糕本就鼓勵。就像北體嘛，你去比賽哈，那個練體操那些的，佢話有得會推甄的加分作用。好，我哋本做回應啦，因為學委會啊，嗬，也不斷由各縣市政府啊，嗬，來協調嗬，希望呢將呢個母語能力啦，都唔限於客語啦，啊，本土語言呢，好多人都好多係啦，嗬，能夠呢，佢要通過認證呢啊，做得加入了下很多多元必須嘅項目啦，啊，目前嗬。高雄有做，花蓮有做，啊，其他地方你要繼續去協調。但有個所在因為啊，佢唔係單隻縣市啦。哦，講係跨縣市啊，樣嘅。另外，你學委會就另外社團啦，哈。比如講，你縣市政府啊，係咪有支持呢個啊？哈，那麼聯業呢，對於呢個地方政府嘅推行合法。整體嘅成績表現當中，我算分數。就講佢係在考核咯，嘅績效嘅指標啦，嗬。整體嘅分數係高哈，你就有獎金本嘅，嚇。你要地方政府來爭取預算，一般來講，佢只要有自備款，嚇，次數款。理論上講，你一議員嘅預算唔要爭取嚇，你自家可能要有2000萬嘛，嚇。前面係拿2000萬嘅獎金本嚇，你做得爭取到8千萬嘅經費落來嚇，所以呢，你大家做係你希望來協助了條客家鄉鎮嚇，鼓勵佢哋條好好來推行客家，你嘅成績高嘅時節，將來嚇拿到嘅獎金，出做得來攞客委會申請限卡多錢嘅自籌款嚇，啊樣時節對於地方嘅客家發展就會更來更進步啦。啊，唔過呢一部分我聽下講過就講呢個。他具體嘅考核嘅指標都係麻嘅，我多時變都全部喺書面當講嘅書師，係種麻煩嘅。第二個一難免啦，哈，你一難免哈，你所有嘅考核哈，前後一定會有相當嘅比例哈，做書面文章啦，哈，但任何時代、任何現在嘅關考，全部會有一樣問題哈。當然，你有了嘅以後哈，至少啊哈，有相當嘅壓力，冇做到100分來講哈，我做到80分。還有互相嘅競爭啊！至少冇0分啦，係嘛哈？至少有一隻進步。不過哈，要講咗咧，家講到學教啊哈，你像講假使講哈，家長全部
无爱无在哈，哈，先生较认真就难嘛，唔过学生嘅不在乎，係因為家長不在乎啊。有呀。啊，冇啊，因為嘅成績啊，將來可能對家長看見來講咩嗬，其實都冇創業啊。冇錯。不過你明明哋喺研究所，咩要客家嘅研究所相關科系，你嘅成績為乜解冇法度？國中小有差啦哈。國小完全冇影響，冇影響高中。嗰個國中一般係學期制啦，哈，所以呢就冇考試比較嘅問題哈。所以按樣情況之下哈，雖然唔係凊彩乎來講，也唔會排斥。但是到國中啊，參跳就會出現排斥嘅情況嘅啦，哈，因為浪費太危險，讓人競爭嘅時間。哈，另一個部分當然就。你家下講嘅種多樣嘅社團嚇，多管同時來推動嚇，我多元必須係咪做得變進來嚇？將來嚇，我係咪變到講一個國家語言啊嚇，變到講不論到學校度行唔係乜個出權嘅，係咪將來要規定國民教育結束嘅時節，而個本土語言語言能力太多一隻嘅比例冇嚇。你做得當初一個法律嘅要求冇？你喺從憲法上嚟講，係我認為合理，因為呢，你成法就係一個多出權嘅社會，嚇，所以唔可以應該消滅出權嘅語言嚇，你應該係一種義務啦嚇，尤其係唔直解嘛嚇。但是你假使講啲法強制嘅時節，你哋講社會已經積非成是啊嚇，長期以來就安樣嘅嚇，你可能壓力也動態，就像講學校度講。教客化，外加講你個沉浸式嘅教育，你希望達到學校提出來，但是學校講外家長嚇冇支持啊。嚇，咪想學從政府這邊講到呢個確實係一個非常大嘅工廠啦，嗬，一個階段，我有冇相同嘅一個課題，就一步一步慢慢來做。你阿細去看一下，等下張哥進到節目嘅現場。我想真到真想通過嘅節目，聽講到呢個客家話教學嘅問題嗬，我想從政府這邊事實上長期咁樣看下來嗬，當然教語言係一件事情，問題係教語言之外，內容係乜嘅，可能又係另外一件事情。你按當然下來對過去嘅運動者到了係一個政策嘅推動者，你嘅觀察係樣板嘅。我想關心客家嗬，我講速度客家片嘅像你啦，當然啦嗬。經常講到客家嗬，所以香港客家本質係乜嘅？前頭我做通化啦、華埔啦、長江以東啦，嚟爬碌草，嚟爬碌草啦嗬，錢容易俾人用。像我細年嚟佢去參加呢個行業嘅課嘛嗬，佢先咧本土嘢，我哋多台北啦嗬，美府嗬。佢本老師先去朗讀比賽。哦，佢參加比賽。朗讀比賽內容啊嗬。就比如講嚇，標出家了，仲要鄉下嚇，加工嘅屋下嚇，來散蛋嚇，來雜巴咧嚇，就講到客家一天咧上到鄉下，講到客家一天上到老人家鄉下，講到客家一天講老時代啦，嚇，我想呢個嚇不知不覺我本身人咧嚇，有一種冇親切。嚇，如果佢對佢來講，從人嚟講，唔係佢現在攞佢實際有關係，思想距離係啦，所以不知不覺佢攞呢一種語言有距離，嚇，所以我想從呢個佢呢種理來講，你係咪在推廣客話嘅時節嚇？唔是太過於強調乜嘅古老語言，嚇，俚語、俗語、嚇、諺語嚇，應該比如說實際嘅生活當中嚇。更加多使用嘅機會，嗰個呢教嘅內容攞去動態嘅成分嘅配件，係有關係嘅，嚇。攞一個 Minecraft 嘅攻略，嚇，係嘛？其實成人都教了嘅嘛，嚇。大家都戰鬥陀螺，嚇，大家揭落嘅，嚇。然後嘅功夫都嚟打嘅，嚇。你講
讲到了个东西，对佢来讲，喺佢生活当中非常熟悉咧，记住有趣味，嚇，你一搞到攞佢當然咧，一唔係做唔得，應該也要，嚇，嗱你鄉土，嗱你老人家，嗱你過去客家人，台灣人民生活，呢個應該要搞。但是假使講不得不講，按樣嘅東西變得主要嘅時間嚇，我想呢個就對生意人有距離感，冇咁親切。那我一點就講嚇。你嘅課係喺傳統上課，就講老師教你嚇，係垂直嘅咧，嚇，相對下，係相對下，冇創作嘅就講，強盤嘅學生咧，互相講下嘅機會，佢冇法度變到強盤講嘅花時間啦，嚇，就唔係佢成長過程當中表達嘅感情、嘅知識嘅語言，嚇，前後擺兩個語言嚇，就變到比賽用嘅，表演用嘅，嚇！我想特別你輸了嘅北京話方言嘅教育啊，因為學校都講禁止講方言，你話講唔得，所以你強盤成長嘅時節嚇，談戀愛啦嚇，條條嘅喜歡什麼嘅啦嚇，佢全部講得出講方言嘛嚇，所以我靠近到用兩公婆嚇，出個作客家片嘅，都對客家當熱心嘅，嚇。但是呢，你兩公婆都行業嚟講，佢唔係就談戀愛用乜嘅，係用方言，所以講唔得本客話都在你生命當中。你目前嘅教學嘅教育嘅方式嚇，係喺經營因為係一度做啲研究改進啦。小鳳有設計教過生意嘅經驗，唔講一下你幾兩時教嘛嘅，唔係教嚟拍落錯吧？我睇你教生意嘅表演嘛，你每度愛寫幾啊條，嗰陣時就係用曲嘅版嘅方式。哦，曲嘅版。係用音曲嘅版，有隻節奏。係本日就因為公司係我舊嘅就創音啊嘅嚇，好嘅一機七十四嘅嚇，可能配司機安尼嚇，嘅就可能配動橋，然後變咗曲嘅版，好除咗曲嘅版以外咩嚇，有陣時像我們識動到線上班嘅，英文上課就講第一開始哦，第一開始全部講下哦，嚇，就唔過嘅方式可以把那個氣氛。培養到好像都會玩遊戲一樣啦，咩做唔得強硬啦。我比趣味啦，嚇。係啦，最主要係嗰個趣味啦。係啊，嗰陣時生意嘅動作，加就加個多多嘅困難嘛，因為成績嘅關係，嚇冇法度以後對佢以後有幫助，係啊就動態困難啦。係啊，有啲學校考試到咧，家長咩位有反對嘅聲音開始出來，係啊，也就困難啦，係啊，困難是嚇。我想好，對30年前1988年也辦我母語太有行，事實上天台嘅種出發點就係母語我模特咧，用佢嘅母語嘛。你啊30年後行個談嘅人行你講，用版係老客家話再傳下去，嘅傳嘅過程都看曬到教啊學啊，我作為一個我自家係重新學客話嘅人嗬，我出嚟講一個就講我自家實際我知道讀到嘅困難，可能在真正面當過用版嘢來解決啦嗬。第二就講，我教你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嘅方式，大家係共同啲嘅。比方講，你學英文要有音標啊，跟客家話人哋標音嘅內容。我自家學上次去查那個這個一老師都在用嘛，同埋教唔清楚嘅時候，我去查，我發現講教育普及嘅線上詞典。標音方式係一種方法，蒙點嘅標音方式，又係哪一種方法？又係有國際音標。係那我係未必本係認真嘅一個詞彙庫嗬，又係一種哪一種內容？所以冇相同嘅內容之間，都在出嚟學習啦，搞開時讀到一種會混淆，都在用緊實戰學。啲下嗬，客家基本法當中啊，也因此講授權嚇，係未必將來要用公權力來指導呢個標準啦嚇。當然啦，公權力還公權力嚇，學術面還學術面嚇，學術面。大家都有注重。當多意見啦嚇，人講100則經濟學家有101則嘅理論啦嚇，同樣啦，講10則語言學家可能有20則嘅注重啦嚇，你講起來當然對你學者講一排寫啦嚇，但實際上大家遇到一樣事情嚴格當久嘅嚇，唔堅持硬嘅，硬堅持硬嘅嚇，我講啊，你係唱嘅你特別讀書啊嚇，講。朝中議論未決啦，啊，今人已臨城下，
好，听演出来都也上台哈，很多潮总係議論紛紛啦，哦，啊講，誒你等你做出一個結果哈，可能也唔是高的啦，所以我想該結團的時間你係咪結團，反正用落去以後做得更巧嘛，好，特別你讀書講尷尬，你講嘛剪接也做得咧，有樣哦，誒特別講烘焙講了很多烘焙啦，好。我想冇關係，實際上你特別我想講啦，哦，你特別學嘅翻譯啊，你老師都唔要講嘅呀。聽到都便宜學嘅。佢啱學到嚟教，因為都真係幾天到嘅咩，所以教完你學唔要學，豐碩的法律碩的業1、2、3、4啊。對客家強嘅貴語嗬。係啊，你要咩樣學起來嚇？你要咩樣學起來？所以我想嚇，一方面當然就講客家學。較同心地位，嚇，實際有一個標準，嚇，我想你係會非相關嘅基本工作做好以後，嚇，你個規定你會去做，嚇。然後一點就講，尤其對後生人啦，啊，因為鼓勵後生人很講呢件事情，比標準較重要，嚇，你下嗬。你學法當到老師，每一生人都因為自家為準啊！還記得頭擺羅文嘉那個前主委做學委會主委嘅時間，去新豐園講開了嘅，去到南浦綠隊啊，開會啊，跟人對個李亞啲主委哈，利用啲主委嘅時候做副主委，人對個副主委講，唔係乜個主委唔要講客，講嘅乜嘅客，其實冇談過，係啦嚇，係你下都。比如講，你呢度後生人啦，嗬，葉生唔會講，嚇講濕歌啥，叫濕歌啥。哦，我家屬啊，你分唔清楚，我合載唔合載。你個台南茶站，嚇台南茶站，佢都變咧台南茶站，茶站定係，哦，台南。係啦，但是你當然都講做得要求標準，你盡量啦。但是假使講嗬，要求到標準啦。本後生嘢唔敢開載嗬，一樣都唔好咧。就講強之希望係強啊！我有時候講嗬，像你呢種年紀以上嘅嗬，將來嗬，全部腳個踏落去也差唔多嘅嘛，嗬。所以唔講乜個強為準，你呢度嗬，操動到啦。我講將來乜個為準，講嘅人為準。我講嘅人為準。唔要講咗人為準啦，嗬。彰化有一個邱老師哈，佢專門去推廣牛片，佢本來唔要講嘅，後來佢啲佢切下牛片嘅，佢一啲講假片咧，按多隻鄉鎮，彰化南邊，當到去主食係牛片咧，所以佢切下就去學牛片，學完以後咧，冇人去教，佢切下都就去教。哦，佢有人都嫌講佢嘅牛片冇標準啦，我講唔好嫌佢冇標準，你一佢講嘅就會標準。有樣。嚇，佢係去教，佢係去講，冇講嘅人較標準都冇用啊。哦，從政府出去講，你個新創業哦，有人講，真有效。係啦。故說你啊，萬我們運動30周年嗬，希望下一個30周年嗬，所以我要專門一些先去講一下，以後上你對個推廣行業嘅其他嚟講你嘅想法。係想法。其實我知道台灣嗬，推廣安尼弱勢語言嗬，對國際方面嗬。都有影響力。哦，國際。係，唔款其他國家也都後續跟進啦。好。係啊。意思係講，兩個很特殊嘅語言，都國際當個最展現台灣。你先知道唔別嘅老朋友別行做得啦。係啊，因為台灣先做嘅較徹底啦。係啊，後來看對岸哈，每塊是話有安尼學術論壇啊，係咪高峰論壇啊、客屬總會啊？係其實台灣做來算是咩一唔會差啦，係都很不錯的啦。啊，像小鳳講兩個一創業啦，嗬，如果兩個客家運動按樣冇到底嘅，就行嚟30年，目前有按樣嘅現階段嘅成果，有學委會國家基本法也修法，慢慢嚟變做國家語言，有非常多相關嘅。一個措施為了配合，我想人就係呢種懷抱期望冇氣餒嚇，繼續希望做一樣嘢態度啦嗬，希望大家合法正經在話都用嘢長下去啦嗬。好，今日非常感謝從政副主委，也感謝小鳳，今日節目做到呢邊，感謝大家。